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2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今日翻点过香港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交保放出来呀。那前政治的成员周庭嘛被交保，严国宏没收护照。国际上针对黎智英甲周庭被抓去，拢表达高度的关心，嘛拢真烦恼。严格中国的态度真强硬，爱其他国家卖插中国的家内事。真侪媒体就伫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扣留，差不多40点钟了后，今日饭店20分得到保释，行出皇家警署，现场不少支持者摕《苹果日报》来声援。我而家翻，最緊要翻去休息啊！休息啊，係。黎智英在律師陪伴之下，在車離開，對媒體提問無願意加講，暗過在車內伸手比讚，其他被抓人。黎智英第二後生李耀恩一傳媒高層張劍虹甲前香港政治成員周庭等人，昨暗也核准保釋。I would say the political prosecution this time was very ridiculous, and actually in late June this year, I have already declared that I sha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of the connections and any of the work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周庭表示，警方指控伊为7月开始透过社交媒体交结外国势力，暗过无交代相关大部分内容。伊讲过去参加社运以来4摆被抓，暗过这一摆是上惊的一摆，而且护照拢被没收。伊认为这种情形不止会伫伊的身上发生，而且愈来愈多同款的情形伫香港发生。Hong Kongers shall not give up, and we sha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our basic human rights. 黎智英甲周庭等人被抓，引起国际舆论。美国副总统潘斯甲国务卿庞培奥等人拢表达关切。日本官房长官兼协会对香港局势表示极度烦恼，暗告中国立场强硬，非常唔通干涉内政。我们敦促日方认清现实，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任何机构、任何人，只要不触犯法律，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港版国安法为7月7日生效了后，已经有21人被抓，6个人被通缉。国际之间也陆续采取制裁措施。美国海关宣布，9月2日开始，香港货物出口到美国，产地如果是香港制造，爱标明中国。记者综合报道。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香港警察抓去，香港的苹果日报大楼嘛封敲。咱台湾有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批评中国政府用港版的国安法乌白抓人，是恐怖的镇压，嘛是侵犯人权。《苹果日报》头版以真大的香港白色恐怖为题，报道70大批港警进驻香港一传媒总部，逮捕创办人黎智英等7个人。台湾人权促进会几个公民团体串联发起停香港行动，谴责港版国安法在无搜索的状况之下，直接逮捕媒体人，提走媒体采访资料，违反世界人权公约。他亲口跟我说，他一定会守在香港。宁愿坐牢也要去坚持到底，否则他怎么对得起苹果日报、一传媒这么多的员工，还有整个香港民主阵营这么多年的努力呢？你说是勾结外国势力，何患无辞？今天说了这一句话，明天就可以说跟台湾的所有现在的媒体说你是颠覆国家政权，他是根本就是挑新闻自由作为一个目标，要来攻击你，要来挑衅你。他直接就是在挑自由世界重视的价值，也就是新闻自由，当作是一个攻击的标的。有立委批评，中国政府对一传媒大搜捕是调过以媒体为目标，摧毁香港自由。华人民主书院烦恼，港版国安法已交在境外势力逮捕黎智英，台湾所有声援的公民团体也都成为共犯。黎智英香港这个事件呢，跟我们台湾或者全世界和香港有往来密切的个人或团体呢，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都是黎智英的共犯，我们都是香港人的共犯，所以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要共同来抵抗。公民团体认为，透过大规模搜捕一传媒，香港中国政府进一步要挽掉所有不利维权政治的媒体机构。
杜绝海外声援香港的声音。台湾国民团体将发动联署，要求港府尽速释放一团梅返港，呼吁台湾政府修订港澳关系条例，确保人道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俄罗斯昨昏宣布讲，全世界头一支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剂已经出来呀。俄罗斯的总统普廷嘛讲，伊的查某囝嘛已经注射做好势啊，而且感觉真好。也毋过国际专家拢无爱信，对预防剂的安全嘛拢有疑虑。Насколько мне известно, сегодня утром впервые в мире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а вакцина против новой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инфекции. 全球第一支新冠病毒疫苗出来，由俄罗斯提出提醒。总统普京伫内阁视讯会议顶，关个宣告，家己查某囝已经有做啊。Одна из моих дочерей сделала себе такую прививку. Думаю, что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она по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укола,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прививки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была у нее 38,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37 с небольшим, и вс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го укола, второй прививки тоже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немного поднялась. Ну и все сошло потом на нет.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хорошо и титры высокие. 普廷讲这疫苗真有效，应继续变形，也以人造卫星命名这疫苗叫做史普宁克 V。资助这项疫苗开发计划，俄罗斯主权基金执行长指出，疫苗核准了后会进行第3阶段临床试验。直至开始参加试验的国家，也有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菲律宾。佮指出10月将伫俄罗斯大规模来做，啊，不过国际专家对这个疫苗提出质疑。I thought that there was likely a danger in doing this before we know how safe and effective this vaccine is, because right now we're engaged in a global race to develop a vaccine as quick as possible. 工会专家认为，凊彩批准疫苗甲大规模来做，不只有安全风险，也可能影响民众对疫苗信心。这个由俄罗斯国防部参加开发的斯普尼克 V 疫苗，是全球目前76种紧急群体试验的疫苗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任何核准的核酸疫苗拢要经过严格审查甲评估。目前正甲俄罗斯当局保持密切联络，提供更较侪疫苗相关数据甲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向前，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是来看《苹果日报》。香港政府以违反港版国安法做理由，甲一团媒的创办人雷智英抓去。超过40点钟的新闻，今仔日关点以10万块的港票，大约新台币38万块交保。雷智英行出警署，以双手举关关，嘛向等伫外口支持伊的民众致意。来看《中国时报》，台新金控昨昏宣布讲，要以55亿买落来保值性人寿，扩大寿险业的版图。若资金的来源会先去借钱，等完成交易，若有必要会甲中华银行的股票卖一寡出去。这嘛是台新金控15年来头一摆讲要卖中华银行的股票。来看《联合报》，国会立委集体收乌西，这个案逼出案外案。检方在敲时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的徛价时，有找到300万的现金。徐永明是表示讲，这钱是伊向一个重量级的部会首长借来的。嘛讲当时大数科董事长廖志银嘛在场，因为大数科今年年初才通过 NCC 的审查，摕到新闻台的执照，敢有关系？即马检调要去调查。来关心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湾访问，昨昏伊伫台发表演讲，伊学到咱台湾的防疫表现，嘛讲这个成就爱得到世界的肯定。伊是批评中国暗藏疫情去阻挡咱台湾去参加 WHO， 真不应该，真不应该。早在阿扎尔有甲外交部长吴钊燮见面，若昨阿扎尔是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伊嘛是搁一摆学到咱台湾的防疫措施。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到台湾访问行程真满，在伊暗时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招牌节目，在按美国专访，佮讲到台湾为国际公会贡献。And Taiwan has taken very effective measures, but they're very strong measures. So they, for instance, have quarantined all individuals coming into Taiwan, mandatory quarantine periods under force of law, with the police checking and inspecting individuals for compliance.
They have also used social media and cell phone mandatory GPS tracking to identify contacts of those individual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aiwan has approached this in a transparent, open, collaborative wa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needs to be highlighted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for global public health, while across the Straits of Taiwan,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not been transparent, has not been collaborative, and really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creating this global COVID-19 crisis. 阿扎尔也指出，看到台湾的催安措施甲社交距离的落实，确实有效阻止病毒拓开，有信心美国采取同款的行为，民众应重回校园甲工作。阿扎尔伫台大工会学院发表演讲时，佮肯定台湾务实的防疫表现，也批评中国稳重疫情，主动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this decision at each WHA that I have attend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C far outweighs its investment in this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and it uses influence not to advance public health objectives, but its own narrow political interests. 演讲当中也怀念前总统李登辉对亚洲甲台湾民主的贡献。在演讲进行，阿扎尔甲外交部长吴钊燮会面，批评国际组织不应该借做玩弄政治的场所。吴钊燮也讲到，在关其他国家催安的时阵，拢会受到来自中国打压。 Yes, trouble from Beijing. Taiwan is no stranger to such troubles. Our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s China continues to pressure Taiwan into accepting its political conditions, conditions that will turn Taiwan into the next Hong Kong. 吴钊燮感谢美国在国际上的坚定支持，且不止牵涉到台湾国际地位，更是面临威权侵略，如何保卫民主制度？强调台湾一定爱胜利，民主才能长存。台北才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亲密的朋友。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米克拉风台站已经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也阁受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附近的水汽也是较高。咱来看云图。 今日各地是多云的天气，伫南部台东外岛规天不时拢会落阵雨。气象局局长对屏东台东发布大雨特报。若过到了后，中部以北各地山区有西北风，嘛爱细日上大雨。因为今仔日天气共款较无稳定，所以出门爱下日早雨满甲雨伞。温度的方面，今仔日温度有略略回升，各地高温伫32度到34度。 轻度风台米克拉已经走啊，也毋过昨昏咱台湾各地拢上大雨，湘北真侪所在嘛拢淹水。气象专家讲，即款无稳定的天气会继续2-3天。大雨落袂煞，台北城道的路面水淹过半个车轮悬，车道的慢慢驶才袂熄火。不只是这，各地也出现淹水灾情。 路面拢是水，甚至造成塞车。新庄幸福路拄着大量香港雨，水沟未复流，车经过路口，亲像浸伫水中，袂停袂动。车辆都严重抛锚，真的有抛锚，都喷到了，然后全部蟑螂都跑出来。车安尼过爱涌起来，本来是下骹，若车莫过是下骹，车过就会满起来。 新北环保局马上派人通水沟互淹水的情势赶紧消退。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新增落大雨，短时间之内，雨量达到87毫米，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台北市共款落大雨，内湖一间便利商店的看板可能因为生鲜拄着强烈风雨无预警放落来，佮影响到停伫的厝骹的一排机车，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 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应该在明后天慢慢会逐渐的增强哦，所以这种午后雷雨的状况，其实它也会相对会越来越少。 轻度风台米克拉11慢慢离开台湾，海陆警报已经解除，不过因为台湾还佫伫个低压带，伫个风台尾加上中岛过后，热对流影响，天气依然无稳定，各地会出现局部阵雨情形。气象局针对新北甲桃园市发布大水雨特报，气象专家表示，雨势佫继续2到3天就会好转。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目前是依次第480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30万例，巴西超过300万例，印度是226万例。还有最近疫情变较严重的南非，即马是56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7万例，英国超过31万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000万例，若其中美国、巴西甲印度占一半较加。即马伫日本甲南韩嘛风声讲病毒那亲像已经变种，病毒已经愈来愈搞怪，嘛愈来愈歹剃头。南韩的机场陆续有旅客入境，每一个人拢爱做检疫。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七日宣布，为入境游客内底验出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分别是为巴基斯坦甲乌兹别克来的。这款变种病毒无定期伫世卫组织资料库的78000多款的病毒内底，真明显是新的变种病毒。We have confirmed 3 new variants of spike proteins from the virus detected in foreign patients. We have reported to the WHO on this and are conducting additional analysis. 南韩政府表示，目前也未发现变种病毒有传染给南韩民众的状况，阁需要观察病毒变种了后，敢会增加传染力。同款是东亚国家的日本是传出病毒早就已经变种。根据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为6月开始就出现了有新的基因排序的病毒，伊当家做中心发真紧。日本6月了后新增加的病人，真侪人拢是感染这款变种病毒。日本有去南华群岛嘛，头一届出现了2岛的死亡患者，患者是住伫宫古岛的80多岁女性，甲另外一个住伫那霸的60多岁男性，原本拢毋是同一个患者，所以因为年岁真大，病情熊熊变化来恶化死亡。医生分析，新冠病毒上可怕的所在，就是伫老大人甲慢性病的患者，较熬伫发病时阵熊熊病情恶化来死亡。为此，那霸市内53间中小学嘛决定停课到16。记者林尚整理报道。美国的白宫外口传出枪声，若白宫内底，美国总统川普当日开特制的疫情记者会，听到枪声，美国总统川普马上护送落台，现场引起不安。另外，华府有一场户外的野餐聚会，有嫌犯开100多枪，造成现场1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And the Dow Jones are going to be, I mean, the way they're going, it looks like they're just about going to be topping records, hopefully soon. Excuse me? 话讲到一半，特勤人员表情真严肃，行入去简报记者会。了后，川普看向记者，就随行落台。记者拢行一条，一直咧看外口。当大家记者拢伫咧甲电视台连线的时阵，几分钟了后，川普带领官员搁一届上台。There was a shooting outside of the White House, and seems to be very well under control. It seems that the shooting was done by law enforcement at that person, at the suspect. 美东时间7日下晡，川普当咧白宫举行例行的记者会。白宫围篱外口第17家甲宾利士法尼亚大街传出枪声，引起骚动。川普暂时返去办公室了后，搁返去记者会。俄罗特勤人员真专业，真紧就甲情势控制掉咧。嘛讲执法人员有开枪拍着武装的嫌犯。特勤局普文指出，涉及枪击案的是一个男性。目前这个男性甲一个特勤人员拢送送去病院。这个案件目前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其实华府才当经过无平静的拜6礼拜，一场大型户外 party 煞演变做大型的枪击现场。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has revealed that over 100 rounds were fired on the scene of this shooting. There were multiple shooters who fired simultaneously. We believe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4 and maybe more shooters who all shot at the same time. 22 total victims, including Christopher, who was killed. 华府有几百个人违反防疫聚会禁令，举行年度户外野餐 party。到礼拜翻点12点20分左右，几个野枪的人向人群开枪，一个休困的警察嘛去互弹着。目前华府警方已经掌握凶手的影像，不过还未抓到任何可疑的嫌犯。另外一个大城市芝加哥市区，礼拜暗时11点开始，有100多个人做伙撞入去店头抢劫。真有名的华丽一英里上款
内底的店头拢去互扫掉，甚至有人举枪甲警察伫咧相战。These individuals' engagemen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brazen and extensive criminal looting and destruction, and there cannot be any excuse for it. Period. This is not legitimat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ed speech. 当地前一天捌发生警察开枪，甲一个男性拍着伤的事件。不过，芝加哥警方讲，礼拜的暴动并不是集体抗议，完全是属于犯罪行为。也若动乱是持续到8月透早，至少有13个警察受伤，100外个人互逮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甲示威。因的总理坦白讲，有官员放目击放风，才会造成2000栋的炸弹原料爆炸，所以已经宣布内阁总辞。伫贝鲁特连续几日间反政府抗争，4名国员落台了后，黎巴嫩总理迪亚布总算宣布内阁总辞，并且向总统奥恩递交辞职批。伊伫电视演说中指出，家己虽然想要改变，也毋过港府长期对抗2750栋的硝酸铵玻璃物原料，证明贪腐体制真歹治本。希望总辞对寻求真正变革有帮助。دولة الفساد والهدر والسمسرات والسرقات إلى دولة القانون والعدالة والشفافية. 黎巴嫩特殊的教派分配政治权力制度，造成政治人物无想要伫国际下当弄正军队关系。去年10月，才因为经济问题引起全国部分教派大抗争，逼提当时总理哈里里。李亚布上台高达9个月，再次因为同款的名媛反弹落台。用总统要求将看守的新政府成立，这段期间所有教派分享的权力甲国会设处犹原无变。法国要求黎巴嫩是造成符合人民期望的新政府，揭露示威者也就抓继续抗争监督。Government resigning is not enough for us because we want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blast and everything that's been happening for us 30 years ago until now to be held accountable. 根据路透社独家出的黎巴嫩国家安全局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7月已经确认需要是对港区2000多栋硝酸铵进行安全保护，那无可能会炸掉整个首都。若是被淘汰，可能被用作恐怖攻击。国安官员证实，已经写批要求总统甲总理采取行动，这代表国家领袖事先知影，确保作为。目前，法国化学专家小组当咧灾区协助识别，已经发现至少有20个装有危险化学品的货柜，其中一个也咧外泄，当咧甲当地消防队员合作驱除。贝鲁特老城区苏索克街路，也有100-200年历史的古迹建筑，也伫爆炸中毁坏这座18世纪的大楼，内部奥特曼帝国时期的阿拉伯文物砌甲柜头卡，隔壁100年贵族白装改建苏索克博物馆建筑甲艺术品损失惨重，伫国家经济危机中建难度是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川普的对手拜登今日宣布讲，伊的副手是加州联邦参议员贺锦丽，伊是正做民主党准副总统的候选人，嘛是美国头一个女性非裔的副总统候选人。拜登讲，贺锦丽替社会的弱势发声，美国即马就是需要这款人。泰国有3000多个学生出来抗议，要求改善国会、修改宪法，嘛要求改革王室。不过泰国的总理讲，学生囡仔嘅抗议冒犯君主已经超过线，因为冒犯君主爱食罪。来关心俄罗斯对外讲，已经发出全世界头一支武汉肺炎的预防针。不过德国的官员批评讲，俄罗斯规个研发的过程拢无透明，嘛无提出证据证明这预防针是安全的，所以无法度相信。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拜六要登票啊！昨日新闻有小解过陈其迈，今日咱来看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李美珍是3礼拜的高雄市议员，却因为抄论文的争议，形象大受影响。即马李美珍过来走基层，嘛有提出政策，讲要互高雄人啉好水，有好的空气。嘛要互高雄变做软体智慧城市，希望高雄搁赢回来。咱来看高雄市长补选的专题。咱的好朋友李美珍，少年认真。历经下手拜票，无放过任何一个甲民众接触的机会。高雄市长补选最后是靠国民党候选人李美珍真无营造形象。无论好天落雨天，一直保持笑容无花忝，因为这场选战无丢度的本钱。
我是一个妈妈，我无爱我的囡仔以后做唔到代志，用硬拗的。我希望我的囡仔以后会当知错能改，所以我必须以身作则。 公告论文偷抄的风波忍不住流目屎。7月25日，李明珍竞选总部成立，国民党前后任党主席江启臣、朱立伦、洪秀柱拢出现相挺，要认住南亚大团结气势。也毋过论文偷抄的风波真正伤伤害。韩国瑜成为中华民国自治史上第一个遭到罢免的直辖市长，从住家17楼坠下，消息一传出，韩国瑜立刻前往。时间等到6月7日，市长被罢免，议长坠楼身亡。国民党一天内遭遇上重的打击，士气淡薄。经过半个月才确定，予少年的在第3连霸市议员李明珍出战市长补选，结果却陷入政治风波。党内更加一度传出意见无共、歹政客，内有更加外患，让李明珍受到考验。面对这个国家队呢，把所有的资源通通都放在高雄，在打这场选战。我背负选民想要给我的责任，所以我就当然会坚持走下去。拄到这侪困难，每一阵选择啥物？勇敢面对啦，对无？除了市长补选，高雄伫7月底先面对议长补选，对国民党甲江启臣来讲有袂当输的压力。虽然蒋培亚守住议长的宝座，也毋过市长之战拍起来更加无轻松。我们不会设定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全力向前冲然后全部动起来。国民党到底大量的资源，江启臣搁较几下摆落南复选，李明珍毋但找来少年团队拍空战，也邀请前后任党主席、现任的县市首长甲立委市议员用陆战有关选情，同时也捧出政策牛肉吸引选民。空屋，大家对高雄的印象是这样，那高雄这块土地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未来就是想要帮高雄找到一些软实力的、一些比较有文化的，来到高雄会觉得它是一个宜居城市。为政策规划高选情策略，南亚求稳住基本盘，希望会当推出更较侪支持者投票，将失去的民心甲政权同齐赢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拜六要登票，有风声讲韩国瑜会伫李美珍的选情之夜出现。对手陈其迈是表示讲，伊对手要安怎拍选战，伊拢尊重。也毋过吴益政是呼吁选民爱经一个有法度解决问题的人较重要。另外7月底，李美珍伫网络顶头互恐吓，昨警方是宣布讲已经抓到嫌犯。没有任何一个贪污政治，为的都是高雄市民。我希望市民给他们这样子的机会，来为我们高雄服务。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选前最后拼场，后壁徛台全是前市长韩国瑜的市府团队被解读是韩流回归。民进党候选人吴益政认为，不管是什么人来徛台，重要也是政策，不是候选人。他来到高雄为自己的政党支持，但重点是支持政策，不是支持政党的候选人。你到底要为高雄人帮忙解决问题，这个才是最重点。那这是我对韩先生、韩前市长的一个提醒。外团韩国瑜考虑可能伫选前之夜现身，不过国民党无愿意将话讲死。面对前副总统吴敦因为无受邀请辅选有关意见，党主席江启臣表示欢迎所有关心选情的人。候选人接下来的行程都告知所有我们党内的这些前面的几位主席不管是党内的长官、先进等等，所有关心梅珍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另外，对手陈其迈下晡时找江启龙斗阵扫街，面对韩国瑜可能伫选战之下出面催票，陈其迈希望对手爱尊重民主，不过也尊重对手的做法。6月6号，这个其实已经罢韩投票，这个是民主投票的结果，是我想任何人都应该要尊重啦。大家期待说8月15号高雄市政能够从开机能够尽速的大步迈进。投票日慢慢接近，候选人台面上竞争激烈，网友台面下论战也真闹热。7月底就发生网友面切到话，涉嫌恐吓李美珍。中央分局经过调查，11宣布破案，嫌犯以恐吓罪移送求头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在公司台语台再建民主先生新闻专题，今仔日要带乡亲来关心现处时，咱台湾有自由的空间。伫教育内底嘛，对过去，互囡仔了解中国大大改变，互时势会当开始了解咱这片土地，了解台湾。有这转变，这点点滴滴，拢甲前总统李登辉有真大的关系。就亲像总统蔡英文讲的，前总统李登辉互台湾成做台湾人的台湾。加入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湾唯一的国家级文学博物馆，也是1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所有和台湾近代文学有关系的史料，拢收集伫这。头一任博物馆的馆长地方定讲，在1990年李登辉执政时代，李总统就指示文建会成立台湾文化资产保存中心，中心下底台湾文学史料组，就是台湾文学馆的精神。全世界有这款国立级的文学馆的国家还佫真少，咱台湾已经会使讲是前10名内底。对这来看起来，这个民主化的过程，甲这个自由化的过程，咱即摆食到的是药剂啦。李登辉总统食的是药头，药头较苦啦。前总统李登辉也伫咧伊当选民选总统的第2年，请国立编译馆编3本绍介台湾地理、历史和社会的教科书，册名叫《认捌台湾》。捌做过台独联盟主席，伫咧迄年当选台南市长的张灿宏也肯定这项政策。台湾以前读的当作是中国的地理历史，我觉得台湾哦，什么落水溪是倒一淡嘛唔知啊，淡水溪是倒嘛唔知啊，啊那讲的长江黄河，大家都倒背如流咧，所以这是完全符合教育的基本的特色。这也是1989年7个民进党和无党的县市长开始编乡土教材以来上界大的进展。当时的宜兰县长尤锡坤讲起这件代志，感想悠远真深。1993，我的这个认捌宜兰、认捌就是讲南洋的地理甲历史，因1997种的专项。当然，因肯学宜兰，肯改变这政策，这也是无简单啦。这当然甲李登辉先生有关系，唔是李登辉先生，我相信伊也无一定会安尼做。2000年，李总统落任了后，伊个设李登辉学校，免费栽培对台湾社会发展有意识的后辈。真侪课程哦，包括台湾的历史、地理、人物、政治、经济、国际。透过这个知识的教育，加强伊对家己台湾的这个认识以外，伊嘛会对台湾这个人、甲这个社区，甚至这个国家，也能去关心嘛。李前总统推动民主教育，唔但落实伫咧课纲内底，伊也望后辈会当大量吸收知识，作为行动的基础，促成改变。记者阿敏经由林坤明台北台南报道。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苏震清涉嫌收乌西防收押禁见，民进党的廉政委员会昨昏决议讲，甲苏震清停权3冬，代表苏震清失去民进党中常会甲中执委的身份。检调侦办各国立委集体涉嫌收乌西这个案，其中苏震清收上济，收超过2000万。8月初4，苏震清已经予法院收押禁见。民进党的廉政会昨昏开会，决议讲要甲伊停权3冬，所以苏震清中常委甲中执委的职务即马拢无去啊。国防部派阿兵哥斗相共去成山翠暗，即马却传出有人做内贼，有一个姓李的中校甲姓张的上司涉嫌利用职务偷摕6000的翠暗，2个人涉贪，昨暗拢予法院收押禁见。后台内部讲话，伊是国防部后备指挥部中校李志高，因为甲上司张正阳偷走国家定用翠暗，切在暗时被移送北检复审。你是帮忙的吗？还是你是主谋？因应疫情，国家组成翠暗国家队，国军投入资源生产进步。李志高自过被指派到新北市翠暗大厂，督导国军作业进度。
所发生涉嫌利用职务甲好朋友上司张正荣两人斗阵偷走6000多片的喙罨，可能是卖出去无利。也依照刑惩并行的一个原则，给予严厉的处分，绝对不会宽待。国军主动报请北检侦办，验调车站发动搜查约谈，因为犯案的时阵，喙罨已经被国家侦向两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上轻10年有期徒刑，上重可能要面临无期徒刑。北检烦恼两人会勾串别证，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审理了后再定收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食汉药食到重金属中毒，台中警有一个负责人出来指控讲伊对去年10月份开始食，结果即马身躯内底烟风检出来嘛超过标准，超过6倍。台中市政府表示讲，若准受害者愈来愈多，超过20个人，就会协助因集体去拍官司。摕到检验报告，好心妇人愈讲愈艰苦，若嘛无受到因为癌症接受化疗，食了震动中药中药调养身体，若无减轻化疗的无爽快，连都出现袂少的副作用。经过检验，嘛是体内铅的含量超标。坦白讲，张议员有的症状我都有，肚子痛、头痛、头晕、恶心、想吐，全身关节不明原因的疼痛，这些都有，所以我才会警觉到我应该去做检验。桌顶可能满满就医记录甲收据，拢是伫行动中医提药服用，其中袂少拢是水转的中药。何小姐表示，去年4月接受化疗了后，10月开始服用行动的中药，不过陆续出现无爽快，一直到5月才停药。了后经过检验，发现血中铅的浓度高达每100毫升60微克。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例嘛是14个确定个案当中的一个。其中包含核性个案，卫生局已协助该个案妥适就医治疗，个案相关资料已提供检调单位侦办。中药在引发铅中毒的案件愈滚愈大，嘛引起卫福部的注意。法文要求各地方卫生局来加强调验中药房的市售药材，尤其对着贩卖自杀以及铅弹的使用。我们有下令要加强清查，也希望说这一波清查以后能够做一个销毁，但是这个销毁因为朱砂是含汞的这个矿物所以销毁这个动作要做的妥善一点。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到8月10号，政府病院检查的人数拢总有152个人，血中铅含量超标的人有14人，然后目前收到230件中药检体，伫咧协助叔叔，依照消保法规定，受害人数超过20人以上，就会使来进行团体诉讼。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交通部去年推出秋冬旅游补助，进前传出讲台东有旅馆的业者买人头去报补助，即马苗栗嘛互检方去敲一间饭店，那亲像嘛是诈领补助，落尾县长的负责人是以15万交保。经过征询了后，县长的负责人甲技术提供各组的民众，互移送地检署侦办，因为人数真济，要该分配移送。疫情转好，国民旅游大大恢复。苗栗检方追查发现讲，去年交通部推出扩大国旅、秋冬旅游的补助，陆续业者骗民众登记个资，再搁行销来诈领补助。初步追查有5间业者涉嫌诈领84笔的补助，嘛搜查其中一间饭店，甲县长的负责人甲60个民众带走。征询了后，县长的负责人以15万交保。在旅客实际上没有入住该饭店，且以换取餐券的方式诈领秋冬旅游住宿补助。为了刺激国民旅游，政府推出旅游的补助。拄开始的暖冬甲扩大暖冬的补助是由中央核销，不过要3-4个月才领会到补助，引起民众的怨叹。后来春游甲扩大国旅的补助，还佫有自由行的部分是改由地方政府核销。县市政府会当核销带面的资料以外，加上系统有设置房间数量的限制，而且会用电话甲民众确认，以防业者乌白申报。即个是苗栗县政府核销的时阵，发现旅客增加，煞无真正去大的情形，所以去地检署检举。我们旅馆也有看到，民宿也有看到，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去讲说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如果是行政的部分的话，那当然就是不会拨款了，那也可能会取消他日后参与类似补助的一个资格。但如果已经到了刑法的部分，那就因为公人知道有违法，一定要移送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侦办。今年6月，台中市甲台东县嘛拢传出有陆续业者涉嫌铺报拍销、诈领旅游的补助，因为铺报的情形袂少，观光局表示会提醒地方政府爱注意。针对相关旅游补助的申请，拢爱严格来审核。
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南投的清境农场，即马互游客投讲，迄个所在河神真济，无啥卫生。附近的店头是讲，因为即马是热天时啊啦，所以菜色果子拢大出，农民是用鸡屎肥，才会造成河神赢飞。来到南投清境农场，无论是伫咧草埔啊，也是农特产的搭位，还佫有卖食的店头，四界拢会当看到河神。为着卫生的问题，每一个搭位拢有装赶河神的物件，嘛摆真侪黏河神的纸。毋过才打摆好势尔，无偌久的时间，河神纸就黏甲甜甜甜。业者烦恼，但无卫生会影响到生理。游客嘛感觉讲河神若伤济，互人感觉真无好。对啊，感觉不好。附近都有在做那个种菜呀、种水果啊，他要施肥啊。附近的民宿业者甲搭位的业者表示，当年的6月份到8月份是清境当地热人菜色甲果子的产期。有部分的农民偷偷甲青的鸡屎再去山顶，因为拢是无法加过青的鸡屎，所以才会致使河神一大堆。仁爱乡公所目前先宣导农民唔通用青的鸡屎，嘛加强消毒。我们建议我们的农民，那个有机肥的部分能够多使用，那减少这些苍蝇，那造成环境卫生上的困扰。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南投县5年前开始禁止使用青的鸡屎，而且伫咧大量使用青的鸡屎的地区，还佫有主要的来源地，也就是中华甲民间交界真重要的车路，加强稽查。若是查到违法载青的鸡屎的车辆，会当以废弃物清理法处新台票6000块以上300万以下的罚款。后手嘛会针对清境地区加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档环保署有补助地方增加设备来处理回收来的喷，不过目前也有一半较低喷是对粪扫提去焚化炉烧，这嘛影响焚化炉处理粪扫的空间。这一大片的花园，也阁设计有温室，这是南投德山清洁队打造的秘密花园，用的是喷堆围成培养土种出来。喷场上惊的就是臭味，德山镇的喷会先经过破碎脱水机减少水分的含量，搁加入茶壶控制伊的味。喷虽然变成肥的土，也毋过过程中上麻烦就是民众等喷的时阵，将塑胶袋当作弹入去。台北市定点可以定得你塑胶袋就不可以放进去。但是我们在乡下地方的话，要像台北市这样收运的话，可能12小时也收不完，因为地广人稀哈。过去回收喷达到64成市底，也毋过防止非洲地质，需要高温来做才会当用。地区喷市底的比例降到48%，不过市底的喷送往堆肥，只是目前已经回收的量只占总量的1/3，代表我2/3也是送入焚化炉，大约是95万吨。环保署要设法救援喷的回收量，无要进入焚化炉。积极在协助地方来设置这个处理的处理设备或是地方现在也在设置处理生质能源厂。我们希望透过多元的处理方式来提升处理的处理量能。环保署未来也研究利用现有的池地场，也是污水处理厂使用喷强化钢，这也是好的气化管道。无回收的喷大约占总粪扫生产量1成左右。那会当互喷专属回收，会当互焚化炉增加处理一般的粪扫。种种补助甲措施，什么时阵才会当互喷回收量有明显进展？环保署也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伫全世界已经超过2000万例。预防社当时会当开发出来是重点，不过即摆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湾，无啥讲到预防社，有专家就较烦恼讲，那美国无要甲咱斗相共，安尼秋冬的疫情若拖翻头，会真好处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甲卫福部长陈时中签署以为合作了解备忘录，深化台美抗疫合作。针对新冠疫苗，阿扎尔表示，美国所研发的疫苗伫美国当地有效用了后，会以公平方式提供予各国，也毋过有合作经费。若讲美国无法度解决台湾的需求，一摆就白来啊。疫苗的部分，它是轻描淡写。台湾这一次能不能够从美国那边得到那个疫苗提供的协助，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冬天那个武汉肺炎的防疫疫情，如果再重来的时候，会是很大的挑战。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中岛甲副总统赖清德以及阿扎尔食饭时，双方就疫苗、治疗性药物甲未来检测的方式进行讨论。阿扎尔也了解台湾对疫苗需求，会放伫相当重要的在面去思考。
怎么样在疫苗在美国相关的他所投资的公司里面，能够协助我们能够在早期购买。那这几个议题都需要我们继续跟 AIT 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医界烦恼入冬了后，药证可能重新过来。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民认为，台湾疫苗的需求数量至少需要国内70%的人口量，也就是1500万到2000万剂，所以建议台湾爱用先订的方式抢至先机。台湾如果没有去预购的话呢，就很难拿到疫苗。那预购就是你要先把钱先给这些厂商，就是我先付钱，然后你到时候在你的最优先次序里面给我多少剂疫苗。因为这摆阿扎尔来台时间无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当就疫苗议题交换意见。但美国成功研发出疫苗了后，敢是有机会会当处理，这个部分拢会设法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消费者会当更加了解食品的资讯，食药署按算规定讲，线卖青的鸡肉拢爱写产地，包括大卖场也个传统市场拢爱。上紧明年7月份要实施。各种部位的青鸡肉都放伫传统市场的鸡仔，互民众选买。头家无用双手无停过，食药署收实按法，按算年底进前公告，线装生鸡肉应该标示原产地，其中包含大卖场甲传统市场。上紧明年7月7日实施。我们问啊，说啊，这是哪里的鸡的？来那边就聊天。我们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民众都知道我们是自己养的鸡，对，就是我们会遵照法律。根据食药署进前所有过，选装食品标示规定草案，除了即马有商业设施公司登记大卖场选装食品爱标示产地以外，也将小卖纳入。未来传统市场一般小店家的选装食品，亲像鸡肉、水果、菜色这的生鲜或者是冷冻散装食品，也爱标示产地。暗过食的物件加工鸡肉产品，无纳入爱标示产地规范。食类的一个产品的话，就是它已经在台湾烹煮过了嘛，那就是已经是台湾啦。那业者如果说他自己要去自愿宣称说他的鸡肉是国产的，那他就可以宣称他的鸡肉是来自国产的。饲鸡协会认为，即马国产白肉鸡有土检标章，也会标示台一期进口煞唔免用进口白肉鸡介绍只有国内一半，同样威胁国产白肉鸡生存。国产肉它是新鲜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啊。那如果是里面混到进口肉的话，依现在的技术要去区分出来还是有困难的啊。根据农委会统计，国产白肉鸡年产2.1亿只，土鸡1.1亿只，白肉鸡占2/3。而且国内每年进口冷冻白鸡肉71万吨，主要是鸡腿甲少量鸡翅。对饲鸡协会希望进口冷冻白鸡肉，爱标示台一期甲加工品，爱标原产地诉求。农委会讲，因为牵涉目前法规市场，爱甲卫福部、经济部继续参详。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去餐厅点菜，看美女，看菜单。即摆有店头推出台语字甲罗马片伊的菜单，台湾的古早味配台语的菜单，搁较着味。头家是希望讲大家毋若食着好滋味，买当哪学台语。完成。过来加这。钓鱼汤。囡仔遐用罗马拼音读菜名，爸爸是看汉字。来食小姐的这对爸仔囝认真研究菜单，读出什么汤吹出来米糕，顶头有的配料。掺红葱头，7%无掺豆粉，正港鱼酥，鸡仔肉。鸡仔鱼。店员讲，其实逐工接触的人客对读台文菜单的反应拢真无同。大家看咧，都会感觉讲这是啥物字？这是咩来念？比如讲，啥物是常常你讲问的？然后常常问的就是钓鱼汤。一般的人是讲叫做素食汤，汤内底阮就会掺钓鱼菜，所以比较做钓鱼汤。店头家罗仔熊先生也讲出一当前开一间专卖米糕的小食店，想要推广台文的理念。米糕大概是一种3点台币，伊内底有鱼酥，有鸡腿啊，还有咱这个材料真好食的，的煮米。有专家咧讲讲这个咱这个
个语文无文字因一段时间了就慢慢消失。既然我伫台湾小食，那有机会我就用台湾的感觉，用台湾的母语来介绍。 那菜单看到台文字，壁顶的文宣品也是头家请台语老师翻译的。店头家讲，那走找这项英国伫南方澳仔庙口边，自细汉食到大汉的记忆，伊也哪认捌台文字。这是一个开始啦，我是讲一开始应该若讲为一开始就要趁钱应该是这有困难啦，应该是要看较长期。本身每一碗都是咱山仔价，还佫有袂歹的用餐环境，还佫阮注重食材。罗在雄先生讲，未来毋但要继续推广台文，也要坚持继续用在地食材，料理各种台湾的小食米，和世界分享咱的台湾味。记者阿明金丹波罗宜兰报道。 环境爱关心，咱来看有2只对上海海洋世界互救出来白海翁，伫前几日互野放放伫冰岛南部外海的白海翁保护区，互人关10天，总算会当转去大海啊！动保团体望讲，未来会当有更较侪互关起来饲的海翁，嘛会当遮尔好运。 用特制担架将白海翁刷到卡车顶悬，到海边搁吊挂上船，最后到伫冰岛南部赫马岛克雷兹维克湾的保护区，看到白海翁总算等于大海保育人员真欢喜。 I mean, you've seen the world's first beluga whales move into their open water sea sanctuary. I don't think it gets better than that. I mean, months of preparation, planning, practice came together this morning. 这全球第一个白海翁保护区是由海洋生物基金会甲鲸豚保育组织共同打造，有32000平方公里，深10公尺。2只生大一排白海翁是小灰甲小白，而且营收搁较远，产搁较深，而且彻底摆脱过去被判做表现的命运。因是上早伫俄罗斯海峡被抓到，10年前卖予上海海洋世界，一直到这海洋世界被英国密林5、6集团买落来，才安排因野放。不过为了互因适应环境，第一阶段爱先伫海湾的隔离水池做观察。 There are 3 things we really need to see from them before we release them into the wider bay, which is 1, they need to be eating again properly and eating as much as they have been and back to feeding normally. They need to be healthy, so we have vets out here with the team to help that. And the third bit is tha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recall is as good as it was in the care pool indoors as well. So when we need to get them back for medical checks or other things, we know we can do it. 事实上，这2只海翁去年6月就经过长途跋涉到冰岛，野放计划拖1年才实现。保育团体最后目标是希望因转去到北冰洋的故乡，同时希望借这摆成功经验，让其他被人饲的海翁能得到自由。记者综合报道。 全世界体型上界细只伫印度正罕见的野鸭猪强要坐种啊！即马透过人工的生态，全世界也有300只左右。也毋过印度5月份发生非洲猪灾，互专家真烦恼讲，连这300只拢会无命去。 被叫做迷弟的野猪，带猪仔囝伫树骹食物件，因是世界上体型上细猪只，只有55到70公分长，20公分悬，模样10分的古嘴，叽叽叫的叫声也甲一般饲来食的猪仔无共。 过去因主要分布伫印度、尼泊尔、甲不丹这所在，不过随着大个所在被人类迫害，因伫1960年代就濒临灭绝。目前透过人工培育，只剩300只左右，集中伫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这保育基地。不过5月中，印度爆发非洲猪灾，造成16000只饲的猪仔死亡。病毒已经传到阿萨姆邦的野猪群，保育专家烦恼野猪会受影响。W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disease. So it can, if it comes to us, it can wipe out all populations. And there is no chance that you get in from somewhere. So it can really cause an extinction. 保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只好加强防疫，人员进入爱脱野消毒、换清气的衫，为外口炸一排食面也爱先清洗，安全卫生的要求比任何时阵更加严格。It spreads by direct contact between infected pigs or wild boar, so it can also be spread
by pigs eating infected meat or eating contaminated materials. So it can also be spread over very long distances if infected meat is moved, and that's usually the way that it's spread between continents. 搁较害是最近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来自慈善团体甲动物园经员登记，防护措施甲员工训练经费欠缺，互野仔的保育搁较困难。非洲猪这疫苗研发也搁爱2-3年，世界上细只野猪正面临存亡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一个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我这个人吼，平常时啊，除了赚钱，无啥物特别的兴趣。人下要讲，可能就是买车啦。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轿车。轿车汉字写作轿车，罗马字写作歌谣轿、私压车。轿甲车拢是第一条，轿车就是私人咧驶的小型汽车，嘛叫做自家用的轿啊。若是租的，就叫做海亚。因为轿车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交通工具，会晓驶车就真做真重要的功夫。咱对车嘛要加减啊慢，才袂驶车驶甲咧过路。过路就是车歹去，停在路边等人修理的意思。咱去保养车的时阵，较接触的有换乌油、顺麦德利、火珠啊、护丝啦、方向灯、大灯、卡动灯、handle路等等。拢爱巡一摆。车咧保养的时，会看到师傅用铁人甲规只车夹起来，伫车卡软来软去，咧巡链啊、挡皮啊、延紧、延长。3分5时嘛爱巡看卖，敢会无乌烟？无，那加做目杂仔车，死到红罚钱就算袂好啊。保养的时阵，有时爱换部品，部品有原厂的，嘛有台码，介绍无同，好歹嘛无得确。俗语讲，行船走马3分命，意思是咧讲，做交通运输这道的，因的性命风险加真悬，做工课时本地就较危险，爱较细致咧。例轿车、乌油、火珠啊、护丝啊、挡皮啊、handle路、延紧、行船走马3分命。买车介欢喜，驶车爱细致。节目看了后摆去保养车的时，
咱就会使用台语甲师傅开讲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你在冲啊！